數每期1本，即係點啊？咁我哋今日去個池袋 Sunshine City，喺 Sunshine 60通道，一落扶手電梯就會見到。咁其實一落到嚟都已經聞到好香。咁就係一間賣鯛魚燒嘅鋪頭啦。對比起其他，佢係比較多新款式嘅。除咗傳統口味之外，仲有期間限定。今次要介紹呢個招牌1分鐘內食晒嘅鯛魚燒，收銀有 menu，可以指住嚟落 order，全部即叫即整。期間限定，呢個係番薯味，佢交俾你嗰陣先插個牛油落去，大啖大啖咁咬落去，真係唔使講啲咩你都知正。俾個近鏡你睇下。咁點解1分鐘呢？因為唔快啲食個牛油會溶，後會溶到成手都係，所以唔好顧住打卡。咁就係咁多啦。想繼續睇好西就記得 follow 同讚好 ，share 埋俾你朋友。試過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馬咩摩羅多睇一見。下次再見。